这里呢，是一种很难的可能的是那个知识的，可是我这个呢，是那个啥干的，他设定了这个宗教人士，寺庙里面宗教人士的税。因为我们曾经在唐朝以前大面积出现过，然后这边很多人是放弃这个普通的身份来去寺庙里面一些这个宗教人士，是吧？在国家这个发展上出现大这个宗教人士发展的太快了，所以让我们国家财力没有任何保障。这就让我说呢，这个平等纳税是重要的，是吧？第二个确实真实可行，真实可行，这个税种真实可行，你设了都征得到，然后我们这边有个什么，是吧？93